她是我的妻子，你如果再敢诋毁她的话，别怪我不念朋友的情分。飞扬，冉小姐来了。她怎么来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正好有一个合作，想来找你聊一下。正好我也有一个合作的问题，想要问你一下。这么默契？谈不上默契吧。时尚庆典的事情，你是跟谁合作的？他还向你透露了什么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时尚庆典没有合作方。是吗？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对，VCR 是我放的，但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拆穿顾西西的真面目。我想让你看清楚，不要让你再受伤了。这是顾西西的隐私，你有什么资格和立场来做这件事？我的立场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她顾西西就是个骗子，她嫁给你只是为了钱，你为什么不能清醒一点呢？顾西西不是骗子，她是我的妻子，你如果再敢诋毁她的话，别怪我不念朋友的情分。叶思辰，我跟你认识10几年了，可你跟他认识多久？有半年吗？你现在竟然为了他来威胁我，你心里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点的在乎？我请你清醒一点，顾西西她根本就不配你对她这么好。你有什么资格来说这句话？你口口声声说顾西西骗我，那你呢？从一开始顾西西拒绝 Alex 的回应，到后来接受你采访被攻击，再到这一次所谓的意外，应该都是拜你所赐吧？还有更多我知道的或者我不知道的，还要我一一说清楚吗？我不管你怎么想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我真的不想看到你再被他骗下去。可我不需要你这么做，看在朋友的份上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再有一次，你再对顾西西做一次不利的事情，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。思辰，你们居然是假结婚！叶思辰，既然你可以为了顾西西放弃我们10几年的感情，我会如你们所愿成全你们。